我哋奉主嘅名開始今日嘅主日崇拜，請聽聖經嘅說話。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避難所，我還懼誰呢？有一件事我求過耶和華，我還要尋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裡，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中求問。因為在我遭難的日子，他必把我藏在他的帳棚裡，把我隱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又把我高舉在磐石上。現在我可以抬起頭來，高過我四周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裡獻上歡呼的祭，我要歌唱頌讚耶和華。耶和華啊，我發聲呼求的時候，求你垂聽，求你恩待我，應允我。你說你們要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對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不要發怒趕逐你的僕人。你一向是幫助我的，拯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撇下我，也不要離棄我。我哋喺神嘅面前安靜。我哋一齊禱告。至尊榮嘅創造主，我哋喺你嘅面前仰望你，等候你，亦喺當中裡面高歌讚美你，因為你自己就係嗰位創造滿有能力嗰一位。但願我哋每一個嘅心都朝向你，喺當中裡面喺你嘅面光當中得蒙你自己嘅福氣。我哋嘅禱告係奉耶穌嘅名祈求，阿門。我哋一齊唱詩。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你永遠沒有轉動影兒，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是憐憫。無始無終常存，時日不盡。春夏秋冬四季，有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精神復清神更經歷神人，我所需用，你因受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你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你常與我同在，安慰人靈。舊似今天，
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光我陰天，福樂無窮。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經歷神人，我所需用你人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神人。我所需用你人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現在我心。求我心中成為我意象，我必無愛慕，為主我敬仰，充滿我思想，我心向往。隨着或隨性，只用是我歌，成為我志，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你，在我身邊，你是我釋放，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與你合一。天上大君，光明的太陽，路我向天路，我已達成獎，我心屬你心，永無邊界。萬有的主宰，成為我意象。誰能跨疆界，萬代稱帝？誰能創宇宙，歷遍千秋百世？誰能賜智慧，突破今古常規？你永遠配得一切尊貴。誰能勝萬王，永享尊貴？誰能徹誠實，萬有俯首敬畏？誰能定富貴，掌握所有權位？你卻預照這一切地位。剛降生，常被卑俗，主捨身，願十架受辱，捨尊貴，甘犧牲一切，竟是拯救，仍顧念我，成贖價。常被卑俗，我主捨身，
願十架受辱捨尊貴，甘犧牲一切，竟是拯救，仍顧念我，救贖我。我哋用普通話唱呢一首嘅詩歌，我需要有你在我心中。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心意。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這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可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人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迎着你的樣式，使我能常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人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我雖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常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我需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常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我哋都為咗喺崇拜當中裏面嘅奉獻去禱告，我哋喺奉獻係為每個基督徒而設。如果我哋係明白奉獻嘅都唔需要參與喺奉獻嘅當中。如果係喺我哋呢啲咁嘅時間嘅裏面，亦都可以用網上嘅奉獻嘅方法，我哋一齊為奉獻禱告。主知道生命氣息都係從你而嚟，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自己就係嗰位多麼愛我哋嘅神。我哋喺生命嘅當中願意將金錢獻上，當作一個嘅奉獻，願意你使用呢啲嘅金錢，亦都係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明白到你自己，認識你。聽我禱告係奉耶穌嘅名祈求，阿門。早晨，各位主內弟兄姊妹朋友，願主嘅平安與你哋同在。喺呢時候，請各位起立，聆聽，用敬畏嘅心聆聽上主嘅話。今日讀經係雅各書第5章12至20節。雅各書嗰度12節係咁講：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說起。你們說話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聖經讀畢，請各位就座。喺早幾日，由於個氣象局預測到有呢個所謂湖泊效應嘅雪帶影響，所以今日咧我哋係喺呢個 Zoom 嘅 online 嗰度嚟有呢個崇拜嘅時刻。咁好高興大家帶住一個感恩嘅心，喺一齊同步同心喺呢個網上一齊嚟到敬拜我哋三位一體嘅獨一真神。如果喺網上喺邊一位係第一次或者最近先參加我哋嘅崇拜，而仲未有同我哋聯絡到嘅咧，我哋好特別歡迎你。希望你哋可以電郵俾我哋 welcome@wtccc.ca， 讓我哋介紹我哋嘅教會俾你知道，同埋如果你有咩需要嘅話，我哋可以為你代求嘅。今日好多謝羅榮發牧師喺30多里以外嘅地方就喺網上度為我哋講道，我哋歡迎佢。今日嘅講題係會係亂世中神嘅兒女。呢個時候我哋就係睇下我哋喺秩序表裏邊所講嘅一啲嘅報告。咁今日都幾多係新嘅，所以我可能會詳細一啲嚟講講。喺第4項，下個禮拜日2月1號咧係聖餐嘅主日，請各弟兄姊妹預備心靈嚟到係守聖餐。另外嚟緊嘅禮拜3 1月28號咧係祈禱會，祈禱會就會係8點鐘開始。咁今個主題咧，今日禮拜主題係總務事工。大家都知道總務係一個好繁重嘅一個事工，咁我哋都係希望大家能夠參與今次嘅祈禱會，可以聽得到我哋嘅執事啊、通啲流堂團弟兄去睇下有啲咩特別嘅事務係讓我哋知道。咁我哋係下個禮拜3 1月28號。第3項咧就係第6個項嘅小組組長會議。嚟緊嘅小組會議咧就會喺2月8號下晝2點15分喺105嘅課室嗰度舉行嘅，請組長預留嘅時間。咁上個禮拜有講周年堂慶嗰個情況啦，今日咧有多啲嘅資料俾大家。咁25週年嗰個晚宴咧就係喺4月12號，時間咧就5點鐘，地點咧就叫做紫蘭軒，英文就叫做 Purple Orchid， 喺列治文山嗰邊嘅。咁下個禮拜開始，連續4個禮拜咧就會係有呢個喺接待處咧可以買到呢個餐券嘅。咁0至5歲係免費，6至10歲嘅兒童咧就每位係30蚊，11歲以上咧就每位50蚊。咁如果有咩查詢咧，可以同阿 Ruth 同埋 Polly 嚟到係聯絡。咁上個禮拜講咧，今日咧就我哋可以攞到水樽嘅。佢如果今日攞咧，就係得個冰喺裏邊嘅啫，應該係。咁就 anyway，所有嘅水樽咧就可以喺下個禮拜1號咧，係喺10點45分至11點15分嘅時間咧，喺個接待處嗰度領取。
咁都講咗一兩次噶啦，就係喺2月嗰個第一個禮拜嘅2月2號至2月5號咧，因為我哋需要更換嗰個走廊同埋喺呢個 lobby 嗰啲咁嘅地板咧，為咗安，咁咧就為咗施工起見咧，就係嗰幾日咧係教會係唔會開嘅嚇。咁呢個嘅更換嘅工程咧，都係為咗未來嗰個我哋走喺教會裏邊行動上面嘅方便嘅安全嘅情況嘅啫。咁就最後一樣咧，就係關於第11項咧，就係主日學嘅課程。原本今日咧就係舊約導論開始嘅，但係由於今朝早嘅最後一堂嘅新約概覽咧，係唔能夠喺實體嚟到舉行，所以會係下個禮拜一咧係最後一堂。咁所以咧呢個舊約導論咧將會係喺2月8號先至開始。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報名嘅話，請同阿 Fiona 或者係三英寬同埋龍牧師報名。就我哋報告係咁多，咁我哋而家係讀我哋今日嘅每月金句。今個日咧係原本係最後一日係要念嘅，但係大家係在家裏邊咧，咁如果你有唔係太熟嘅，你可以攞本聖經出嚟啦。咁我哋今日嘅所念嘅係哥羅西書1章15節。如果大家已經好熟悉嘅話咧，好熟練嘅話咧，就可以係閉上你哋眼睛嚟到一齊嚟到念。我哋如果係可以嘅話，念兩次啦。我哋開始1、2、3。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第二次，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哥羅西書1章15節。喺呢度，使徒保羅係寫信俾呢個哥羅西教會，喺一句裏邊咧，可以提出喺講緊係神子嗰個自有嗰個嘅位格俾我哋聽。好啦，而家到我哋代禱嘅時間，咁我哋係為兩件事嘅禱告，就為教會嘅長執同埋牧者禱告，亦都為教會啲事工上面嘅禱告。我哋低頭為以上嘅事情禱告。親愛嘅父，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有生命氣息，喺今日係再一次喺好特別嘅喺網上有我哋嘅實體嘅崇拜。感謝你讓弟兄姊妹都能夠係喺靠住呢啲新嘅科技裏邊，我哋能夠同心同行咁樣係向你嘅做敬拜，讓我哋都係手潔心清嘅係嚟到你嘅面前，讓我哋嘅一切都喺你嘅帶領之下。喺時候都為咗兩件事禱告，第一係為咗我哋嘅牧者，我哋嘅長執禱告。政府喺嘅時候都紀念到我哋執事會嘅一班嘅執事。今年好高興能夠有唔同嘅年紀嘅弟兄姊妹嚟參與，當中都需要我哋嘅磨合，當中我哋喺初期嘅家族裏邊都需要求神嚟帶領，讓我哋能夠將我哋最好嘅係獻上。天父，我哋嘅不足，求你帶領。我哋有時遇到難處嘅時候，求你俾我哋耐心，俾我哋嘅協調喺當中，讓我哋所作嘅、所想嘅都係喺你嘅掌管之下。喺呢時候，你紀念到英文堂嗰班領袖，呢度當中都係有欠缺，有好多職份都係未有人能夠係擺上。求神你繼續係激勵弟兄姊妹，能夠係行出一步，為着教會嘅緣故，為着弟兄姊妹嘅緣故，能夠係喺佢哋係委身喺唔同嘅職份上邊，讓英文堂繼續係喺好多嘅唔同嘅年紀嘅參與嘅朋友或弟兄姊妹裏邊，能夠更加係帶出嚟嘅信息俾佢哋。似乎我哋嘅不配，求你嘅幫助。喺呢個時候咧，紀念到阿林牧師同吳牧師喺教會嘅侍奉上擺上禱告，求聖靈光照佢哋，喺佢哋嘅帶領之下，讓聖靈受屬靈嘅亮光帶領我哋嘅會眾喺呢個成聖路上，能夠得着主嘅祝福，係得着主嘅讚賞，讓我哋喺呢度成為呢個地方嘅燈台，讓更多嘅未信你嘅人能夠得到你嘅福分。呢個時候亦都紀念到我哋嘅顧問牧師黃少明牧師，
佢將會喺2月同3月嗰度有呢個應該係眼部嘅手術要做，求神都俾佢有平安，特別佢亦都要掛念到師母佢嘅失嘅一切嘅時候，當中嘅焦慮或者係擔憂，都求神你嘅安慰臨在。天父喺就都紀念到我哋得 TCCC 25周年嘅事，我哋喺今年係度過我哋25歲，當中有好多嘅感恩係過去，係你喺我哋嘅身上嘅作為，有高有低裏邊，讓我哋更加係成為你嘅一個好嘅嘅精兵，一個好嘅燈台。天父盼望住，當我哋係高興快樂，係慶祝我哋嘅25周年嘅慶典嘅裏邊，有唔同嘅節目 function 嚟到做嘅時候，都讓我哋仰望未來，讓我哋喺呢個新嘅里程碑裏邊，求神嘅聖靈出嚟，我哋弟兄姊妹以愛主愛人嘅心喺教會喺唔同嘅事工上擺上，面對挑戰同困難嘅時候，我哋都能夠同心同力去到面對，讓我哋呢個燈台係能夠係得到你嘅讚賞。我哋以上不完全嘅簡單禱告係奉賴我主耶穌基督之名求，阿門。好啦，而家到我哋係誦讀我哋所宣認嘅使徒信經，請各位起立，我哋一齊讀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從情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清楚。歡迎而家由羅牧師嚟到正道。好多謝天父俾我喺度再有生命有健康分享聖經嘅說話。咁好多謝教會嘅安排Zoom。如果唔係咧，我就好擔心點樣擔心仔入嚟然後咧又點樣擔心使翻出去咁所以都好感謝天父感謝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亂世中神的兒女。其實呢個題目就似似地我哋睇雅各書一開始時候嗰個題目。點解會似咧？因為咧今次咧就係大結局啦，就係雅各書嘅大結局。咁睇埋今次咧，下一次咧就會睇另一個嘅題目。今日睇雅各書比較散啲嘅，我發覺有幾佢個結局稍為散一啲，同好多嘅書卷嘅結局咧有啲唔同。講咗好幾樣嘢，我哋試下嚟一齊睇吓。頭先咧讀經嘅時候，大家都聽咗或者讀咗啦。我哋咧先睇呢個12節5章嘅12節，所以請大家咧都貼去聖經雅各書嘅第5章。咁我哋今日咧都係詳細睇睇嘅12節嗰度點講佢話：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雅各講得好嚴重噶佢會睇到咧就係話不可起誓，咁講得相當嚴重嘅，但係佢冇乜解釋嘅咁我哋試下咧。睇下耶穌基督講起誓呢樣嘢，就明白嗰個道理因為雅各佢其實係聽咗耶穌基督講差唔多有少少重複耶穌基督嗰個結論嘅喺度講。耶穌基督都講不可起誓，佢講嘅經文咧就喺馬太福音嘅5章
33至37節，大家可以聽我讀下。如果你揭得快嘅，亦都可以揭去。嗰度咁講嘅，佢話你們耶穌基督講嘅，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只是我告訴你們，什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軍的京城；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你睇見咧，耶穌基督講咧喺33節嗰度講咧，就都係話不可背誓。開始嘅時候佢唔係話不可起誓，不可背誓。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咧喺舊約裏邊咧嗰度利未記19章12節嗰度都講咧話，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佢嗰度咧喺舊約嘅裏邊都講咧，唔係話不可起誓，而係話不可起假誓。咁所以咧，耶穌基督一講啊，一開始咧就係話唔係話不可起誓，不可背誓。但係講下咧，佢就講啦，其實你起誓係乜嘢咧？你咧指住天起誓，指住地起誓，指住耶路撒冷起誓，其實嗰個係我噶，即係其實指住我起誓。咁嘅時候就點啊？如果你背誓，即係令我名受羞辱喎。而且佢仲講到就係話，耶穌基督仲講話，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你因為你根本唔可以使頭髮變黑變白，你連頭髮變黑變白都唔得，你點可以拍心口話指住你個頭起誓咧？各位，咩叫指住我頭起誓啊？我哋都聽過啦，有人咁講噶。佢話係我一定會咁做啊！如果唔係，我批個頭落嚟俾你做凳坐，係嘛？咁呢啲就係指住自己個頭起誓咯，命都唔要啊！咁耶穌基督講啦，最後嘅結論就同雅各嘅結論講出嚟一樣嘅。雅各其實係抄佢嘅，應該唔使起誓嘅，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多講就出於魔鬼嘅咁樣。各位弟兄姊妹，通常一個人講嘢當中，點解會起誓咧？通常咧就係我哋講到一啲嘢，我哋好想人哋信，但係望下啲人啲樣，好似唔係幾信嘅時候，我哋係點啊？我就會話我可以起誓嘅，我一定可以咁樣嘅，今年咧我一定咧可以做到咧減20磅咁。我一定可以唔食梅菜扣肉啊！點？咁啲人開始咧眼光光望住佢，即係唔係好信嘅時候，佢就話我要發誓噶咁。各位啊，其實耶穌基督就係話我哋唔好隨便發誓你其實咧發誓，你真係守得到，唔係你要守唔到嘅時候就守唔到咯。指住個頭起誓都冇用所以其實唔使起誓嘅。耶穌基督話。唔好起誓，好似食生菜咁佢話我哋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各位若果我哋做到咁樣，就令到神嘅名得榮耀。你講嘅嘢人哋信你，而唔係成日要起誓去增加嗰個可信性。各位，其實咧你唔起誓，唔增加個可信性。你其實增加個可信性就係想你得到嗰個結果啫嘛，得到個後果啫嘛。你講嘢想得到個後果，你加強佢，於是你就起誓。但係嗰個後果其實係要帶住信心，神會工作。所以唔起誓，除咗話表現到你係一個好真實嘅人，亦都係某個程度表達咗你對神嘅信心。講咗唔好起誓啦，咁我哋咧第二節嘅經文咧就係13節。佢話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就該禱告，
有喜樂的就該歌頌。講到禱告與歌頌，各位好短嘅都係一句經文。呢個經文好簡單啫，好多時候你睇其他嘅聖經，你都可能睇到噶呢句經文。受苦祈禱啦，開心就歌頌啦。各位啊，我哋受苦嘅時候，通常我哋做咩啊？我哋受苦嘅時候，第一樣嘢就埋怨咯。點解會係我？點解咁辛苦？點解咁慘？係吧？你話唔係？我都係成熟嘅基督徒嚟嘅，我都唔會埋怨嘅。唔係呢個就嗰個啦，但係冇錯，你未必會埋怨，但係你冇心機咯，係咪啊？你冇心機，你日常應該做嘅嘢，你冇心機做，提唔起勁，變咗你應該點樣過嘅人生，你過得唔開心，反而影響咗你應該過嘅人生。各位，其實呢度講禱告係咩啊？禱告其實嘅意思就係話，有啲嘢你擔心，你做唔到，你可能經過唔到，你可能好辛苦，你就祈求嗰個創造天地萬物嘅神，佢好勁嘅，你相信佢，於是你交咗俾嗰個就係禱告。你要學習嗰個信心嘅忍耐等啊，繼續過你應該過嘅人生，嗰個就係禱告嗰個意思。另一方面就係有喜樂嘅時候就該歌頌。咁我哋開心嘅時候都歌頌嘅啊，不過歌頌邊個啊？歌頌自己咯啊！哎呀，今次考試好掂啊！唉，好高分啊！點解啊？因為咧我睇中、讀中一條題目都係我叻仔今次見工見成咗都係我叻仔嗰個 interview 嗰個人問一條問題，我答得好好。哎呀，今次病醫得好好喎，咁樣都係我俾心機揾醫生我做咗好多 research，呢個醫生好佢手術幾好。我哋歌頌喜樂嘅時候，歌頌諗起嘅人係邊個啊？諗起嘅人好多時候係我哋自己，我哋唔記得咗神。各位阿哥喺呢度，其實嗰個意思就係話，當我哋受苦嘅時候，我哋記得我哋去向神禱告；當我哋喜樂嘅時候，人生好啦，我哋要記得感謝我哋嘅神，你識得向佢感恩。其實呢個提醒係乜嘢咧？呢個提醒其實就係話，我哋面對我哋嘅人生好多嘅事，好多時候我哋淨係記得嗰啲事同我哋嘅啫我哋就會諗點樣去應對，點樣去計劃，點樣去反應對呢件事，甚至點樣去掙扎。我哋忘記咗，原來仲有神喺當中。喺我哋嘅人生當中，除咗我哋同面對嗰啲事，仲有神喺當中。你會諗下，神點解讓呢啲事出現？神點樣可以幫我？我要點樣求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喺你嘅人生當中，唔單止你嘅事，唔單止你，仲有神喺當中。神係咩角色？有好多時候我哋好難喺苦當中，係嘛？但係其實過後你就會明白好多嘅嘢。有個年輕嘅女仔結咗婚，結咗婚之後咧就等咗好耐都未有 BB， 佢又好中意有，咁好 frustrated， 好唔開心。又加以咧佢個人比較正直，反應快，所以咧啲老細咧又唔咁，佢個老細又唔係咁中意。佢係做社工嘅做喺一啲機構嗰度做社工輔導做輔導咁嗰啲嘢。老細唔中意佢，咁撞正咧啲機構咧就要裁員啦，裁員咁自然就揀咗佢啦因為老細覺得咦啱啦你啦，於是佢更加唔開心
更加嘅苦又等唔又想有 BB 又冇 BB 份工又俾人哋我好唔開心。於是佢仍然好努力嘅去揾工，咁俾佢揾到份咩工咧？揾到份市政府學校嘅社工。各位我成日都講啦，即係揾工咧，揾政府工咧，最好就揾最細嘅政府嘅工，唔好揾最大嘅政府嚟幫嗰啲工。大家比較之後，如果你做過咧，你就發覺咧，市政府嘅工嘅福利咧係好過聯邦政府嘅福利嘅。點解啊？因為聯邦政府請得人多嘛，喐一喐就要使好多錢，而且喐一喐就成人都知道喎，於是有好多人廢佢，所以佢唔夠膽喐多。但係市政府嗰啲福利，你點知啊？我問你，你而家點知啊？好多你都唔知嘅，所以咧嗰啲福利係比較好。佢要揾到份好嘅工同學校假期跟學校假期一樣嘅對同學生做輔導，所以好開心。開心咗冇幾耐，有 BB 喎，等咗好耐冇 BB，有 BB 喎，你又幾開心咧？係嘛？由最苦嘅時候去到最開心嘅時候，各位我同佢講，呢個係神幫助你。你未有 BB，你去見工你 lay off，俾你揾到份好工，你未有 BB 去見工，同你馱住個 BB 去見工，雖然話冇歧視啫都係會有啲印象打咗折。但係而家揾到工，揾到最好嘅工，又有 BB，係神嘅旨意，神幫。各位你睇唔睇到好多時我哋嘅人生都係咁樣，喺苦嘅當中，我哋睇唔到，我哋應該禱告，仍然嘅平安向神禱告。快樂嘅時候點睇到神嘅恩典，向神感恩，歌頌神，唔係歌頌自己我見工好醒點各位記住呢個人生好簡單嘅一句經文，但係佢係人生嘅大道理。即係話我哋努力嘅面對人生，除咗面對嗰件事，人生出現嘅事，我哋就要記得神喺邊度，神喺當中，以致我哋向佢祈禱，向佢歌頌。我哋又跟住落嚟睇一段比較長嘅經文咯，就係14至18節。14至18節係講咩咧？我再讀一次俾大家聽你又睇住經文。佢話：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咧，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主利亞與我們一樣，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呢段成段經文就係講我哋為病者抹油祈禱，要有信心咁樣。咁為病者抹油祈禱咧，對呢個華基嘅弟兄姊妹嚟講就唔係咁熟悉嘅，但係對宣道會嚟講咧就好常做嘅即係為病者抹油祈禱。咁喺度咧開始就講啦，呢個彼得就14節嗰度講，你病咗咧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咁咩叫長老咧？咁咁我哋要參考下。彼得前書5章1節，我讀俾大家聽。嗰度咁講嘅，佢話即係彼得，我這着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咁我自己覺得咧，佢講長老咧，好明顯就包括咗彼得喺度，包括咗傳道牧師喺度。我自己覺得佢講長老咧，同即係我哋成日in general講執事嘅分別咧，就係
長老係比較上集中於喺教會屬靈帶領嘅人啊。咁啊，執事當中都有啲係咁嘅人，但係執事你又發覺有啲當中咧就唔係嘅喎，就專係事務嘅管理啊，好似司提反咁樣嚇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長老咧可以講就係話喺教會上係作屬靈帶領嘅人啊，包括咗傳道牧師喺當中。咁抹油係咩意思咧？咁抹油，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經文，就會明白佢嘅意思嚇。路加福音10章34節啊，嗰度咧就係講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咁呢個人係點啊？因為一個人咧俾人哋劏死牛啦，打傷咗啦。咁所以咧呢個好撒瑪利亞人就點啊？路加福音10章34節嗰度咁講落，佢話呢個人咧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他。咁呢度講咗咧，好明顯咧，油和酒咧就愛嚟治療嗰個傷處啊。咁另外咧，耶穌基督派遣嗰啲門徒去趕鬼醫病。馬可福音6章13節又咁講嘅，佢話嗰啲門徒咧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所以見到咧油咧抹油咧係一個公式嚟嘅，差唔多。人哋有病咧，你去為佢祈禱，或者有傷咧都用油嘅嚇。咁當時嚟講，我相信咧，主要咧都係 olive oil 咁樣。各位我哋中國人都好中意用油噶我哋記得我哋好中意用嘅油係咩油啊？白花油係嘛？白花油佢話藥油嚟喎，咁樣喎。各位，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有個阿婆婆唔知我哋邊個兄弟唔知肚痛定咩嘢叫我阿媽，用啲藥油同佢搽，用啲藥油搽同佢搽下啦咁。冇藥油啊，冇白花油啊，唔緊要，花生油都得。咁講嘅即係見到咧喺我哋以前嘅時候咧，好多人咧覺得油咧係有治病嘅功用，所以就抹油祈禱。所以而家嘅習慣咧都係宣道會咧都係，如果同一個人抹油祈禱咧，都係帶啲 olive oil 橄欖油去同佢抹嘅。咁所以呢個係指定嘅動作，代表可以為佢醫治咁同邊個祈禱咧？咁呢度咧就講咗同主嘛，向主祈禱嘛。咁呢個主就係主耶穌，其實好代表咧當時嘅人咧都覺得主耶穌3年傳道嘅工作，做咗好多治病嘅工作，所以咧覺得抹油祈禱，我哋求主耶穌醫治，唔單止醫治佢個病喺度講15節嗰度講話，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犯罪也必蒙赦免，同佢祈禱咁樣。咁咧呢個好明顯咧，代表咗咧主耶穌基督救贖好嘅工作，赦罪，赦埋罪添病又醫，罪又醫。其實咧，我哋試下睇下咧，以賽亞書53章5節我讀俾大家聽，唔使讀原來整咗出嚟點解懵懵地咧我以前唔整嘅，可能呢一節經文太重要啦，所以都讓大家知道。如果咁樣咧我哋都請大家一齊讀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佢喺度講咧，就係話主耶穌嘅救贖咧令我使到我哋嘅罪為咗我哋嘅罪緣故，佢嘅刑罰令我哋得平安，佢受嘅鞭傷我哋得醫治。好多嘅解經家咧覺得咧，主耶穌嘅救贖咧唔單止令我哋嘅罪得赦，而令我哋嘅病都得到醫治嘅咁呢個係好多解經家嘅解釋。所以咧，我哋都要明白呢樣嘢，我哋要認罪，我哋先能夠得醫治
各位喺舊約裏邊，好多時候覺得人得到病係神嘅刑罰，因為佢犯罪，咁佢得到病。當然你信唔信呢樣嘢都好，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嘅病係因為罪嚟嘅喎，真係嘅喎。各位好似頭先講，哎呀，我見到嗰啲梅菜扣肉幾好食喎，次次都話食，久久食一次冇所謂，但係嗰個久久咧就，哎呀，好主觀嘅，係嘛？嗰啲後生仔咧好中意食韓國炸雞，哎呀，韓國嘅炸雞咧比其他嘅炸雞好好多，哇，就成日食。各位啊，我哋成日掛住玩手機、玩電玩，咁啊夜晚唔瞓覺，咁啊梗係會病啦，係嘛？我哋會睇到咧好多嘅病咧，好多時候都係因為罪嚟嘅，所以我哋唔求主饒恕，又點會好咧？所以我哋要求主饒恕我哋嘅罪，又醫治我哋嘅病。所以咧，跟住阿國咪講咯，我哋要認罪互相代求。佢喺度16節嗰度講咧，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就係要你認罪，有咩錯？各位，有好多時候我哋解釋我哋覺得神就是愛，神真係愛你嘅，無論你犯咩錯都會饒恕你嘅。我哋講咗一半，仲有另一半嘅喎。人犯咗罪要認罪，先得到神嘅赦免嘅噃。要認罪，要知道自己係犯咗錯，神先至饒恕你嘅噃。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各位講愛講得好深刻嘅係邊個？耶穌講咗一個比喻，就係浪子的比喻，講得好深刻嘅。呢個浪子激到阿爸三喊五跳，要阿爸分身家出去拜晒佢，然之後爸爸日日等呢個浪子翻嚟，但係要點啊？要呢個浪子先知道自己犯罪先得。個浪子最後點講啊？路加福音15章嗰度講就係話，佢未翻屋企之前，佢話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佢話佢應該咁樣同父親講。各位，佢知道自己犯咗罪，認罪先得到饒恕。各位，救恩其實都係咁樣噶。我哋知道我哋係罪人，犯咗罪，耶穌基督救我哋先得到呢個救恩。所以認罪係一個好重要嘅步驟。當然有病嘅時候，我哋未必一定係犯罪，但係有可能喎。即係話我哋都係要自己要去檢討，我哋有冇犯罪，然後認罪，然後求神醫治。各位，另外喺呢個過程之中，雅各提到好似有2個條件咁樣。一個條件就係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一個就係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個就係話祈禱要有信心，一個話祈禱嘅係一個義人，咁嘅力量就大有功效。各位，信心常常係祈禱當中我哋強調一個要素，係嘛？冇錯。當我哋向一個人祈求嘅時候，你冇信心，嗰個人梗係都唔開心啦。你可能走嚟同我講，牧師，江湖救急，可唔可以借200蚊俾我啊？咁，跟住我望下你，你又用好懷疑嘅眼神望住我，即係好似覺得牧師個荷包點可能有200蚊咁多啊？牧師都係冇咁多錢嘅，帶身嘅。如果我睇到你有咁嘅眼神，我梗係唔高興啦，係嘛？出手都慢啲啦。各位，同神祈禱都係一樣啊！你向神祈禱，你向佢求，你冇信心，佢梗係唔高興啦。你不如唔好求，係嘛？即係等於你冇信心同我借錢，你不如唔好借。
一樣。所以祈禱有信心係必要嘅，係一定要啊！呢個無論你係祈求醫病、祈求乜嘢，祈禱係有信心。而雅各喺度就講，義人祈禱嘅力量係有大，係好大。你信唔信？一個義人祈禱嘅力量有大，我都相信㗎，我都相信。我哋會睇到有啲牧師傳道啊，講道好有力量。我哋有見到有啲牧師傳道同人祈禱啊，真係好似啊力量大啲嘅喎。主要我自己會相信，因為嗰啲人真係同神係冇阻隔。我舉一個例子啊，馮津牧師有好多人都識。馮津牧師係我以前喺香港少年團契嘅導師嚟啊，所以我好熟悉佢。佢係一個同神好，即係同神好遵從神吩咐嘅人嚟噶，真係好嚴格。所以點解咁嚴鬧我哋咧？就係因為佢自己嚴格，佢自己遵守神每一樣嘢，發覺你都離晒譜嘅，咁你都唔做崇拜又遲到，哇鬧到啲人，哇腳都軟埋，聚會又點聚會起身走嚟行開啊，佢都鬧啊，佢即係嘅意思話，我哋而家面對神，點解你可以咁？佢係一個對神好嚴格嘅人，但係佢真係好大力。佢講嘅報道，你覺得冇乜嘢㗎？咁咩嘢啫？都冇咩好特別，但係好多人舉手喎，各位。義人祈禱嘅力量係大，我信。所以雅各就叫我哋找教會嘅長老嚟為你抹油祈禱咯，就唔係隨便揾個人咯，個意思咁樣咯。各位，你話未必個個長老都係咁義人嘅啫，都係義人，不過唔係咁義人嘅啫吓。各位冇錯，未必個個都係，但係多數會係啦，個機會大好多啦。如果唔係就慘啦，各位係嘛？所以我哋需要有信心嘅去祈禱。我哋亦希望能夠為你抹油祈禱嘅係義人。咁於是咧，17、18節又再講，用以利亞嚟說明信心嘅禱告係有效嘅。喺度聖經佢講，雅各就講啦，佢話懇切祈禱，雅各話呢個以利亞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個月不下在地上。然後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你發覺咧，雅各咧冇講到咁詳細嘅，講以利亞，因為佢係同猶太嘅基督徒講嘛。咁呢個例子咧，對於一啲新嘅信徒嚟講，可能佢都唔係好知。其實咧呢度講翻咧，就係以利亞係舊約一個先知，佢咧就係咧嗰陣時咧就係以色列王就係亞哈娶咗耶洗別一個外邦女子做妻子。但係耶洗別就拜外邦嘅神，拜呢個巴力同亞舍拉，而且咧引到好多嘅以色列人一齊去拜，亦都帶咗亞哈都係咁樣。所以神就叫以利亞嚟同亞哈講要懲罰佢，就同佢講就3年06個月唔會落雨。咁舊約冇正式講呢個以利亞 initiate 向神祈禱嘅，但我相信神係喺禱告當中同呢個以利亞有呢個信息俾佢於是咧就係同呢個亞哈講咁樣咧，然後咧就以利亞咧後尾咧就同挑戰呢個巴力嘅先知，就叫佢哋大家咧放一個祭物喺個祭壇度，叫天降火落嚟燒嗰啲祭物，然後就落雨，就淋翻熄佢。咁當然啦，嗰啲巴力嘅先知做唔到啦，以利亞做到啦，然後咧就落大雨，咁然後咧就降熄啲火，就跟住落到好大好大雨。成個過程你會睇到
呢個以利亞都係同神嗰個佢嘅有啲暗示嘅意思，同神禱告而帶出咁嘅結果。佢就講啦，佢話以利亞能夠做到呢個信心嘅禱告，係因為其實佢都冇咩嘢嘅，佢同我哋一樣性情的人一樣性情的人喺英文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咧就譯做 A man with a nature like us。咁即係話比中文嘅譯法咧更深入啲，即係話咧以利亞咧嗰個本質上咧同我哋一樣嘅啫，一樣嘅人嚟嘅啫。咁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好渣嘛。咁喺度咧佢就講到咧以利亞同我哋一樣性情。咁以利亞就真係有啲地方咧同我哋一樣咁渣嘅。當佢挑戰呢個巴力嘅先知贏咗之後咧，呢個耶洗別咧就派人追殺佢，追到去某個地方咧，呢個以利亞咧甚至咧扮到極度抑鬱，想尋死啊，想自殺。各位佢可以好軟弱，我哋都係，我哋雖然好軟弱，但係雅各鼓勵我哋用信心嘅禱告，一樣可以成就大事。只要我哋祈禱我哋就可以。咁到最後啦，嗰兩節經文啦，19至20節嗰度話：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各位，最拉尾一個強調就係話，若果有人迷失真道，你能夠帶佢翻嚟，唔單止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相信遮蓋許多的罪，即係話能夠幫助佢以後唔犯罪。呢個世界少咗好多罪嗰個意思。各位，你有冇覺得雅各書結尾結得好似少少無厘頭，都唔覺係結尾嘅，係嘛？同好多嘅書信唔同。保羅後面寫嘅書信結尾嘅時候，真係結尾噶嘛？我而家走啦屌啦，遲啲咧或者再見你哋嘅面，而家咧就同佢哋問好，呢個問安，嗰個問安直情係拜拜咁結尾噶嘛。但係咧雅各書結尾好似無厘頭，中間講下呢樣講下嗰樣，然後咧咁冇咗咯。我自己覺得咧，雅各咧成日好想講好多嘢，嚟到最後講呢句說話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就係寫雅各書嘅目的。佢寫雅各書就係俾猶太嘅基督徒嗰啲咧面對 challenge， 好多人咧喺呢個亂世之中迷失咗，甚至離棄真道嘅基督徒。所以雅各寫呢本書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想佢哋回轉。佢呢個就係佢想寫雅各書嘅目的，我相信。所以佢擺咗最拉尾點解佢講咗咁多嘢？其實就係想帶翻好多迷失真道嘅人，帶佢翻嚟。各位，呢個俾我哋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就係有弟兄姊妹離開咗，我哋點樣對佢咧？我哋係咪好熱心、好緊張嘅，好想帶佢翻嚟咧？講到呢度，你要發覺整部雅各書都講完。今日所講嘅嘢，一個好重要嘅重心就係我哋要為病嘅人抹油祈禱。喺其中帶出一個問題，我都好想同大家再討論多啲嘅。喺度雅各書呢度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主必叫他喜樂。喺15節嗰度講，喺度講就係話有信心嘅祈禱，主必叫他喜樂。各位，帶出另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病冇好，係咪我冇信心咧？各位頭先都講咗，我哋要祈禱，其實第一樣我哋要真係要有信心。
但係係咪有信心嘅祈禱就一定病好咧？其實帶出嘅問題可能更深入啲嘅就係話，只要我有信心，神就一定醫好我啦。當我咁講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諗親深一層咧，就有少少問題，即係控制嗰個人嗰個病好唔好係由我控制，我為佢祈禱嗰個人控制，我有信心神你一定要醫好啦。咁係咪？各位其實唔係噶，我哋諗深一層，我哋會覺得就係話，決定嗰個人嘅病好唔好嘅主權應該喺神嗰度，係咪啊？只不過係神見到佢有信心就醫好佢，咁嘅意思啫噃。冇錯，信心嘅祈禱帶來嘅醫治應該係好嘅，但係有啲時候就未必，因為神有佢嘅計劃，我哋唔知道，真係有好多嘢之後我哋可能先知。我諗我講到都同大家提過，我三弟3年前，我三弟佢太太因為做呢個換心瓣手術，細菌感染，細菌感染，於是我哋好緊張，喺死亡嘅邊緣我哋甚至錄呢個錄音，再同佢講解福音。雖然我哋以前同佢講咗好多次噶啦，再同佢講解福音，希望佢喺嗰個昏迷當中聽得到。但係最後佢都救唔翻。咁當然我三弟好傷心啦，我哋都好傷心，好緊張。但係我三弟經歷過佢太太過身嗰段日子，佢感受到人係有之後嘅，死咗之後係有嘢，佢感受得，所以佢就去教會尋找咯。雖然我以前叫佢好多次都唔肯話去，但係佢收尾去啦。結果唔使1年大半年，佢同我講佢想信主，好開心。佢而家好積極喺教會裏邊，甚至侍奉甚至做見證，俾你睇到有啲嘢，有好多嘢，神有個計劃喺當中，我哋唔知道。醫病嗰個主權仍然喺神，我哋只不過做我哋應該做嘅嘢，我哋帶住信心向神去祈求。各位喺呢個亂世嘅時候，真係亂過亂七八糟我都唔使講你都感受到即係亂過亂七八糟。我哋好迷茫，有啲時候我哋甚至懷疑點解神你會咁嘅，擺一啲咁嘅嘢出現嘅擺呢個人做總統，擺呢個人乜嘢好多好亂嘅嘢。我哋點樣去見證我哋係神嘅兒女咧？我哋仍然要見證我哋係神嘅兒女喺呢個亂世當中，好多人唔平安嘅當中。不過喺最後呢段經文提醒我哋要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各位喺一個亂世當中，人人都掛住搵錢啦，掛住保障自己啦。你能夠做到咁樣嘅時候，人會明白你就係神嘅兒女。當你受苦嘅時候，你生病嘅時候，你就禱告，仍然帶住平安嘅祈禱。當你喜樂嘅時候，你唔係歌頌自己，你係歌頌神，人就明白呢就係神嘅兒女，神就得榮。記得耶穌基督用真道生咗我哋，冇錯。喺呢個亂過亂世佳人嘅末世，呢個冇道德、只有金錢、高舉自我嘅世代，我哋仍然用信心、忍耐、謙卑嘅跟隨神，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徒，成為神造萬物初熟嘅果子，仍然好好嘅等候主耶穌基督再翻嚟。當你受苦嘅時候就祈禱，當你喜樂嘅時候就歌頌。我哋一齊祈禱，幾乎我哋都係求你憐憫。
求你憐憫呢個世代，一個好混亂嘅世代。主啊，求你叫我哋仍然嘅有平安嘅等候，仍然嘅好好嘅向你禱告，仍然好好嘅向你歌頌。求主幫助我哋每一個，仍然嘅見證，榮耀我哋嘅神。我哋咁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我哋一齊唱三一頌。讚美神萬福之君，地上生靈當讚主人，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我哋憑信心領受祝福，但願我哋嘅天父差遣我哋進入翻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面，喺每時每刻尋求你自己嘅面，去彰顯你自己嘅榮耀，使更加多人去認識你自己。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回筆，我哋默禱之後，我哋喺我哋散會，願主耶穌基督嘅恩與你同在。